大家好，應該咧今年嚟到講係算係第一條嘅真正錄製嘅片。咁點解呢？因為新年啦，同埋年尾就比較忙，依家就開始咧可以做翻一啲叫做正常拍片嘅工序啦。咁今日咧為大家介紹咩呢？嚟緊啊，梗係清明節啦，清明節有好多細節啦，同埋一啲習俗，原來廣為人知嘅呢，你只係代表掃墓啫，但係好多嘢你哋都未必清楚晒。咁啊，以下為大家逐一去講解一下。先嚟呢，點解要話係拜祭清明節呢？其實好多人都以為咧清明節呢個時間咧就只係掃墓啦。咁以前遺留落嚟嘅歷史啊，好多人好多家族咧就只係諗住圍威去大家聚下舊，然之後就去叫做掃墓嘅形式，就容易啲將啲親戚啦嚇冇乜聯絡嘅親友啊，去呢個節日裏邊呢，就大家集合晒，就去拜下一個祖宗啦、祖先啦或者先人嘅。咁嗰個位置嚟到講呢，通常呢就會帶定一啲祭品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以前啊，通常去到嗰啲位置度呢，就唔單止淨係掃墓咁簡單。掃墓嘅意思即係打掃啦嚇，打掃下整乾淨啲嘢，整乾淨個位置，咁樣為之掃墓。咁但係原來呢，佢哋啊係玩足成日噶嘛，通常都係嘛，由朝頭早去，咁啊可能要去到黃昏後先走，黃昏之前先至走。咁變相咧，佢哋會帶定好多叫做祭品。咁呢啲祭品咧，原來以前嚟到講咧，就多數拜完咧都有機會咧享用翻響呢個叫做陽間嘅人咧去食用嘅。咁當然啦，就要俾先人去叫做供奉咗食咗先，享受咗先。即係以前我細個嗰陣時都係嘅，即係同啲親友啊，同埋阿爸阿媽去拜祭嗰個先人嗰陣時咧，去到上山嘅位置度咧，去傾下偈，去打掃下，洗下個墓碑，然之後咧就開始攞啲祭品出嚟咧，就有啲位置就點蠟燭點香啦，有啲咧譬如天主教、基督教嗰啲就淨係點一個白蠟燭，但係當然都可以有嗰啲祭品貢獻嘅。嗰啲祭品貢獻完咧，好似我剛才所講啦，仲可以俾陽間嘅人，即係啲後人咧去享用嘅。咁所以基本上咧，第一個程序咧就係要帶定好多清理或者係清潔嘅用品咧去掃墓。真正嚟講，真係掃墓㗎，去掃乾淨個墓碑，掃乾淨晒周邊啲垃圾污垢，然之後咧就開始洗完之後就開始擠祭品落去供奉。咁如果你話有醫寶嘅話咧，有啲民間點咗香、點咗蠟燭之後，當然去點埋嗰啲醫寶，去話俾祖先聽，我哋嚟咗啦，俾啲醫包你啦。然之後跟住嗰啲祭品咧，就更加之係俾佢哋享用，燒晒啲祭品，燒晒啲香啦，或者係燒到一半度啦，就可以開始響啲後人度傾偈啦。傾偈之餘就享受嗰啲供品嘅。咁個形式大致上咁，但係後來咧有好多人咧就話：喂，點解清明節又要插啲楊柳？呢個就係一個習俗嚟嘅。咁另一個環節講習俗嘅意思係咩咧？習俗咧，因為響楊柳嘅位置嚟到講咧，佢哋覺得嗰個楊柳嘅生命力比較強。咁點解叫做生命力強咧？因為楊柳原來好奇怪，你拎去邊度咧，佢種植都可以係生長到，咁所以佢哋有一種叫做感覺上係辟邪驅鬼嘅形式。咁變相咧，有啲人咧就愛嚟插下啲墓碑隔離啦，驅邪啲邪靈。咁另一樣嘢咧，有啲人係插喺個身上面都有。再而咧，可以係有一種叫做編織一啲帽俾自己啲親朋戚友去佩戴。咁呢個就係習俗嘅另一種元素。而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咧，就係好搞笑嘅，喺我個角度嚟到講就，佢哋叫做咧係玩千秋，即係蕩千秋。
咁點解要有蕩千秋咧？其實如果你話蕩千秋喺古時咧，就喺啲後庭花園嗰度咧，大家圍威喂玩嘅啫。不過呢一個形式上邊，因為蕩千秋都比較叫做危險性高啊，喺以前嚟到講，佢哋係鍛鍊一樣嘢咧，就係鍛鍊個勇氣同埋鍛鍊個體魄。後期咧，點解喺春節嗰度咧就走去蕩千秋咧？因為驚。我去掃墓嗰陣時會唔會沾染到啲邪靈？咁所以咧就要強身健體先至好去喎。所以點解呢個時間裏邊有蕩千秋呢個環節？咁當然啦，後人嚟到講依家咁嘅經濟社會咧，就應該都冇乜可能會做晒咁多嘢或者玩咁耐啦嚇。以前真係玩足起碼半日以上，依家嚟到講，我諗你去有歸宗念祖嘅念頭已經好難得。第二樣嘢，如果你話玩3-2個鐘咧，我諗都好多後生都已經叫做一句走啦，好悶啊咁樣。依家個年代，我諗佢哋掂住部電話多過去諗佢個祖先同埋親人。咁所以點解要拍呢條片咧？就希望大家知道清明節咧，起碼都要諗一樣嘢，就係我哋有呢個人間嘅位置嘅話，都要有先人嘅栽培，同埋嚟到講，起碼咧冇先人嘅話，就點會記住一樣嘢，有後人嘅存在咧？咁所以清明節大家記得有呢個時間就值得去掃下墓嘅。呢段片睇下大家有冇啲咩感受，或者係覺得有啲咩可以補充 PM 留言啦。記得分享陳元日個 YouTube channel，同埋理解下陳元日仲有啲咩嘢可以為大家講解多啲玄學資訊。記得分享 YouTube， 撳鐘仔同埋分享訂閱。拜拜。